多謝代主席，我喺度發言支持林志源議員提出嘅全面推展醫療融資改革、善用公私營醫療資源嘅議案。香港能夠成為長壽之都，或多或少同過去我哋香港擁有安全、有效、方便、價廉嘅公共醫療服務有關嘅。不過未來我哋香港將會踏入更高齡嘅社會，意味住醫療需求進一步增長，好大程度會拖冧已經飽和嘅公立醫院嘅系統，加劇公私營醫療系統失衡嘅情況嘅缺口，因此政府推動本次嘅醫療改革正正係回應緊香港嘅醫療需求。不過今次嘅改革同樣引嚟公眾嘅反響。市民主要唔係反對醫療收費改革嘅大原則，而係反對增收超過2倍嘅收費嘅幅度。加幅同埋社會嘅期望出現咗明顯嘅落差，政府閉門造車嘅做法其實難免會損害到社會嘅獲得感同埋幸福感。但社會都唔能夠只係睇到醫療改革入面嘅收費，而忽視咗政府喺公私營合作方面所下嘅功夫嘅。我感謝林醫生提出呢個議案，讓我哋可以充分討論公私營合作協作嘅成效。咁但係喺個議案入邊我個倡議講到能夠有效緩解醫改所衍生嘅問題，以最大化醫改嘅經濟誘因嘅功效，有效分流唔同程度嘅患者到合適嘅醫療服務，例如輕症去到基層醫療體症，重症就按需要到公私營醫院，確保醫療嘅資源能夠精準到有需要嘅人手上。至於修正案入邊提到強制私營嘅醫療機構為所有醫療嘅項目提供套餐式收費，我認為局方係必須要探討呢個涵蓋嘅範圍同埋表述嘅方式，以建立更清晰同埋可預期嘅收費模式。否則如果強制嘅做法或者會變相令市民失去選擇權，甚至係支付額外嘅費用嘅。主席，2025年嘅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修訂條例草案前日已經完成逐條審議啦。修例之後病人無論喺公營或者私營機構就診醫護人員都能夠獲取完整嘅病歷資料，大大可以提升診療嘅準確性同埋連貫性。其次，新增嘅跨境醫療數據互通機制可以俾經常往返灣區嘅港人可以無縫咁銜接兩地嘅醫療服務，配合未來私營醫療收費透明化嘅政策方向市民能夠更加清晰掌握醫療服務嘅價格同埋選擇，促進市場良性嘅競爭。呢啲措施猶如組合拳，同本屆政府嘅醫改係相輔相成嘅。政府亦都會加強公眾嘅教育，協助市民點樣了解係善用醫健通嘅系統。長遠係嚟講，政府亦都將病歷嘅互通嘅範圍從公私營嘅擴展去到中醫，進一步係發揮分流嘅效果。主席，公私營嘅醫療協作唔係今日先至有嘅，2014年已經推出啦。過去社會亦都有唔少嘅討論，部分嘅問題更加係應該引以為鑑嘅。喺呢度我又要重新提出精神科門診嘅例子。2022年精神科嘅公私營協作計劃喺2個特定嘅醫管局嘅聯網試行，喺2023年擴展到所有嘅聯網。當年精神科嘅公營嘅求診嘅人次係高達96萬人次嘅，但直至23年10月計劃只係轉介咗52人用。其實係咪當中有啲失效嘅情況呢？喺呢個計劃之下病人每次只係需要俾50蚊，而醫生淨係收到361蚊左右嘅，連同藥費同埋診症嘅資助而參加計劃嘅醫生其實每年最高可以獲3660蚊嘅服務費。好難怪有醫生會同我講直言其實我邀請我都唔參加。主席如果一個公私營醫療合作嘅計劃係有無效嘅情況，咁情況會係點呢？如果無效係咪應該改呢？如果唔改其實就會淪為笑柄。所以希望政府喺呢方面可以檢討下，同埋同相關嘅持份者咁樣去溝通，適時檢討成效同埋吸引力，然之後可以建議我考慮嘅就係喺精神科方面有一個共付模式公私營合作嘅計劃，提高市民可以支付嘅金額，減少而家我哋精神科輪候嘅時間。希望呢度可以充分考慮。主席，本人支持原議案，謹此陳辭。